这几天连续低温，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咧开啊，1月中就会大开，真侪民众拢去遐行踏。不过伫当地，因为遐的路较下，本来就禁止游览车入去。不过昨昏却是有一台游览车违规硬驶入去，结果全卡掉咧，造成大塞车。即马警方会依法甲裁罚。空气镜头一下满山的白，也毋过并毋是咧落雪，是大开的梅花。南投信义乡的梅花陆续咧开，包括土场、乌上仑、红桂岛、甲外边顶梅区，拢已经进入花期。平常时啊，都有袂少民众驶车上山赏梅花，也毋过因为梅区的道路拢真下，交通较会拍夹。山上路窄，然后交汇车要小心，然后车位也有限，所以尽量不要随便路边停车。因为这里路比较小，所以我比较推荐是平日来因为假日可能人太多，这个可能会比较堵塞。真侪民众选择平常时啊上山赏梅花，都是想要避开家己的人流甲车流。也毋过采购也是有一台大型的游览车，直接就驶入土场梅区，结果伫第一西湾的所在，就卡掉的无法度前进，造成后壁车拢踢到游览车司机啊，想要落车，爱调卡伫车身的梅树树枝，互民众阻止。不大适合，真的路太小。该游览车系驶入信义乡头91线迂回转。该路段为公告禁止甲类大客车行驶路段，已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0条第2项第2款规定。警方表示，违规的游览车会当处1800块以下罚金，高记违规点数1点。信义乡梅区目前回放大约6-7成，1月中旬进入赏梅黄金期。若天气继续湿冷，当地梅农有高回放可能到月底。梅农也建议游客较早上山，避开早起10点到下昼2点的人车高峰，以免塞车袂顶袂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